你什麼歌都能這樣繞嗎？就是什麼歌都可以嘗試。生日快樂！哎，點得好，還真的不好唱哦。點得好，這 key 可以嗎？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生日快樂，祝你永遠快樂。真的忙一樣呢，啊，真的是好好聽哦，好聽好聽。還有誰生日？快點！對，我想想，他剛剛那些轉音其實都是一種對話，是哈。对，就是小時候其實我對自己唱歌沒有那麼有自信，因為我喜歡聽西洋歌的關係，所以很多人會覺得我好像把這些轉音加進去，把歌搞得很複雜。對，但是小時候爸爸會跟我說，你這樣很特別啊，他說你可以繼續這樣唱啊，而且我很喜歡啊，所以我就聽爸爸的這個他給我的一個支持跟鼓勵，然後一直唱到現在。對，然後最後一個小小的一個故事，是因為爸爸其實他自己本身有歌手的夢想，但是他年輕的時候因為家庭的關係，他沒有辦法去得到阿嬤的支持，對，然後結果有我了之後，他看我這麼喜歡唱歌，他加倍的開心，他想要看我成為歌手，所以我就是這個是我跟爸爸之間的一個聯繫很深的一個情感這樣子，然後我就特別珍惜這一次可以來唱閩南語歌的機會，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會來聽，對 ，OK， 謝謝，謝謝。